解決問題，請先看提示。事情，社會好多問題要解決。問題一，政府如何解決問題？問題二，如何才算解決問題？解題：發燒俾退燒藥，流鼻水俾收鼻水藥，咳嗽俾止咳藥，喉嚨痛俾喉糖，肚瀉俾止屙藥。禁掉醫病咩？禁掉處理症狀，揾出病因，抌無菌入場，殺菌打抗生素針。禁先掉醫病，請參考前3篇。歪理：重建問題，亂買入亂賣出。公屋問題，如限制如唔夠。生育問題，又生又唔生。老人問題，話理實唔理。青年問題，叫人教唔俾教。殘疾問題，真分隔價接納。扶貧問題，價扶真貧。禁掉解決問題啊！禁掉處理問題，處理問題，重建問題變公屋問題變生育問題變老人問題變青年問題變扶貧問題變其他問題。重建問題，不買入舊樓，不賣出土地。公屋問題，所有地只起公屋，3代1戶。生育問題，30歲結婚，最多生2個。老人問題，根據生育問題，得閒照顧。青年問題，根據生育問題，得閒教仔。殘疾問題，無分隔教育，真懂得接納。扶貧問題，人工高，無窮人。禁先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扶貧問題就解決青年問題就解決老人問題就解決生育問題就解決公屋問題就解決重建問題就解決其他問題。最低工資高多1倍，人工少，慢慢做，唔夠錢使，做幾份工，無精神，求其做。人工高，俾心機做，一個頂幾個，老闆仲好賺，隨份有精，夠養家，無為錢擔憂，心情好，無家暴，家庭和睦，解決家庭問題。老婆唔使做，有時間照顧仔女，解決青年問題。政府負擔少一筆，夠養父母，解決退休問題。父母唔使做，唔使捱到老，身體好，醫療負擔又少一筆。有錢結婚，解決單身問題。有錢生仔，解決老化問題。一家3代，解決公屋問題。福利開支大膽，無需依賴高樓價。所有人住公屋，解決重建問題。安居樂業，解決其他問題。答案1，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處理問題表象，並無解決問題。答案2，揾出問題根源，想出解決問題根源嘅方法，才算解決問題。以正處理問題，問題只會不斷變，不會解決。做幾多嘢都係嘥時間。結論：解決問題唔係玩政治嘅人會真心做嘅事，大家唔使旨意。得分表里不分斜動1020120801